好，又係理財密碼1011 Michael 啊！唔知大家而家解決兩餐嘅時候，係咪都係以食兩餸飯為主，貪佢又平又方便呢？還是係堅持你嘅兒時回憶，都係去大家樂同埋大快活？講起呢兩間大家樂同埋大快活，最近佢哋嘅業績咧都係非常之唔靚仔喎。究竟係咪受到兩餸飯嘅威脅呢？佢哋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點樣應對？同埋嗰啲策略，你會唔會覺得係奏效呢？今集內容非常之豐富，就會同大家去一一拆解。記得同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馬上去片。提起咧香港嘅中式快餐市場咧，大家一定咧係記得係大家樂啦、大快活同埋美心快餐啦。集咧就係集中講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啦。咁佢哋基本資料先啦。香港嘅門市數咧，原來大家樂係佔多嘅，大約380間，大快活大約係94間啊。集團嘅背景咧都係獨立上市，個 stock 分別就係341同埋52啊。菜單嘅特色，大家樂咧就係超級當面啦，每日套餐同埋燒味飯，而大快活咧就係咖喱系列、港式早餐同埋創意飯類，平均嘅套餐價。大家樂咧就係30蚊至到50蚊，大快活就係25蚊至到45蚊。咁當然咧，而家做咗好多嘅優惠嘅，咁所以價錢係有所唔同嘅。咁啊，營運模式方面咧，大家樂咧就係18區區域管理，高度標準化；而大快活咧就係生產創新、品質控制、靈活調整。數碼化程度方面咧，大家樂咧就係有 App 啦、會員計劃同埋外賣平台嘅整合；而大快活咧基本嘅 App 啦、CRM 啦係較弱嘅。擴張嘅策略啦，大家樂內地咧就有171間，北美咧係試緊水嘅；而大快活咧內地就有13間，聚焦咧就係香港。根據咧頭先所講嘅資料咧，大家一定覺得咧大家樂咧就係規模取勝，門市最多，隨處可見啦，可以追求便利嘅選擇之一啦。而大快活咧就係價廉物美，創新多，注重性價比，咁而且能夠避開政治嘅議題，相對中立同埋形象健康啊。咁大快活就係憑品質去突圍嘅。咁但係咧，如果係經濟低迷、租金高企同埋年輕人追求新奇嘅2025年咧，究竟係邊嘢先至係最取勝嘅關鍵咧？會唔會係創新能力同埋品牌嘅中立性咧？頭先咧都有講到咧，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咧都係上市公司啊，咁所以咧佢哋2025年度嘅報告咧已經分別咧喺7月同埋9月咧係公布咗啦。咁以下咧我就會提取一啲嘅會計嘅數據，同大家去評估下佢哋嘅表現。餐飲業咧係持續低迷嘅，大家樂咧係發盈警啊，預告咧截至9月底半年度純利係大跌65%至到70%。值得留意嘅，大家樂已經喺今年即係2025年嘅4月份，同埋去年2024年嘅11月份咧，已經係發出個盈警啦，即係意味住該集團嘅業績係3連爆啊！處境係日益嚴峻嘅，面對北上消費、兩餸飯嘅趨勢，大家樂揚言會進行大改革，包括係縮減門店啦、精簡餐單啦，同埋加強靈活性。作為擁有57年歷史嘅招牌，大家樂原本係標榜平、靚、快，但係咧優勢現正咧係備受動搖啊！該集團話需化整為零，才可以揾到出路啊！根據大家樂預告啊，該集團半年度嘅 EBITDA將會按年下跌約30%，去年同期係錄得3.44億元嘅 EBITDA， 同時純利咧亦都會大跌65%至到70%，去年同期係錄得1.44億元嘅純利啊。業績慘淡嘅主要原因咧，除咗係關乎投資物業公平值嘅虧損之外咧，亦由於期內總收入出現中單位數嘅跌幅，從而導致毛利下跌啦。根據咧2025年全年嘅業績嘅數據上咧顯示啊，營業額同埋純利分別係85.7億同埋2.3億元啊，按年係減少咗1.4% 同埋29.6%。對比該集團經營566家嘅分店，相當於每家分店平均每月獲利大約係3.4萬元啊，隨時比一位分店經理嘅月薪更加低，可謂相當微薄啊。
事隔約半年啦，按照咧最新嘅盈警啊，大家樂截至9月底半年度純利估算為4680萬元，假設分店總數不變566家，相當於每家分店每月獲利僅約1.38萬元啦。恐怕咧係未必高於一位普通嘅店員同埋廚師嘅月薪。呢種計算方式，儘管係略嫌粗糙啊，但係有助於理解大家樂現時經營處境有幾艱難啦。我之前嘅 video 咧都有提到啦，本港嘅餐飲業係持續低迷嘅，尤其是係面對市民北上消費、旅客消費降級、兩餸飯嘅趨勢衝擊咧，大部分食肆都捱得好辛苦，執笠結業消息更加幾乎係無日無之啊！總之咧，大家樂嘅前景係不容樂觀嘅，咁所以咧，集團發盈警嘅同時，亦都作出一啲嘅反思同埋部署改革啊。而管理層亦都指出啦，大家樂過去數十年嘅經營模式一直咧都係以規模效益同埋高客流量為基礎，固定成本係較高嘅。隨着消費模式係轉變同埋行業嘅調整，現正面臨重大嘅挑戰。管理層咧就提出咗4大改革方向啊，第一就係開拓同埋轉向更靈活、更具彈性嘅經營模式；第二就係整合表現未如理想嘅門店啊；第三就係簡化營運流程並精簡餐單；第四就係整合與升級香港及中國內地嘅供應鏈，以提升競爭力啊。唔知大家咧知唔知道啦？其實咧一粥麵咧、米線陣同埋意粉屋咧，都係大家樂嘅副線品牌嚟嘅。管理層咧亦都指出啦，隨着消費模式同埋行業形勢嘅變化，該集團現時嘅定位有啲尷尬啊，建基於規模效益同埋高客流量嘅經營模式正在面臨衝擊啊！事關喺舊有模式底下咧，大家樂往往咧係斥重金咧係租賃大面積嘅鋪位，固定成本咧係甚高嘅，必須有足夠高嘅翻台率先至可以維皮啊！但係我最新咧喺大家樂嘅消費經驗咧，見到有好多人咧都喺大家樂度打躉嘅，所以咧要做到一個足夠高嘅翻台率啦，談何容易啊！我想問大家一條問題啊，你最近咧係大家樂用餐嘅時候，覺唔覺得佢哋可以做到標榜嘅平快靚3大優勢咧？嗱，講起平方面咧，我睇到晚餐咧每人都要60蚊至80蚊啊！喺消費降級嘅趨勢底下咧，相比起兩餸飯，呢啲競爭對手已經唔算平啦。其次咧就係快唔快啦。咁佢可唔可以維持出餐快咧？現時絕大部分嘅食肆都好注重效率，同樣都做到快速出餐啊。因此咧，大家樂並無太多嘅額外優勢啊。靚方面咧，大家又俾幾多分俾大家樂咧？而家香港市民啊，越嚟越嘴刁啊！佢哋嘅選擇除咗兩餸飯，仲有各種嘅中西式、日韓同埋東南亞特色嘅小店，好多數十蚊都有交易啊！相比之下，大家樂原本係勝在大堆頭包羅萬有噶嘛，但係而家缺點就變咗係面目模糊、缺乏特色啦。舉例嚟到講咧，大家樂個午餐同埋晚餐都有供應米線嘅食品。如果市民想食米線，一定會諗起譚仔啦、南記啦，同埋街頭巷尾嘅精品小店，似乎冇理由幫襯大家樂啦。作為比較啊，麥當勞、KFC 都係大型連鎖嘅快餐店，咁佢哋咧分別就係薯條啊、漢堡包、炸雞啊嘅首選品牌，大家樂咧就唔具備呢種獨特嘅定位啊。最近咧亦都有新聞啊，講出咧尖沙咀咧某間大家樂咧係做咗旅行團嘅團餐，就係44蚊嘅滑蛋牛肉飯配熱奶茶。咁其實咧呢一個會唔會係大家樂所走嘅路向咧？但係如果你做咗團餐嘅時候，會唔會其他食客亦都有佢哋嘅唔同嘅諗法咧？咁呢個就要大家去留意啦。咁至於食物方面咧，我會覺得大家樂咧一定要做好嘅就係佢嘅 signature 咧，就係一鍋焗豬扒飯啦。因為如果個豬扒飯都做唔到嘅話咧，其實咧佢嘅定位咧真係需要檢討㗎。至於大快活方面咧，截至2025年3月31號止年度嘅最新業績顯示啊，公司獲利為3550萬元，
較上年咧係下降咗29.8%，營收咧亦都下降1.2%至到31億港元啦。公司建議派發末期嘅股息咧，每股係17仙啊，使全年嘅股利總額達到每股22嘅仙啊。大快活業績嘅顯示啊，收入就為31億，跌咗1.2%，但係營運現金流咧就有0.6億，咁而現金嘅儲備咧係充裕嘅，能夠支持資本開支0.16億同埋店鋪嘅優化，咁而齒輪比率咧就僅僅0.8%，財務靈活性高啊。咁此外咧，香港分部嘅日利咧係達到咧係8 mil 嘅，咁而產品咧係創新，維持品質嘅優勢，咁員工就有5500人啦，效率咧係提升嘅，咁股息咧22仙咧，派息率咧係達到80.2%，咁而 ROE 咧即係 Return on Equity 咧就5.4%，資產優化，總資產咧係減咗6.34%，減低咗低效門市嘅風險啊。缺點咧就係盈利下滑嚴重嘅，日利咧就係3.55 mil 咧跌咗30%啊，而 EPS 咧27.43仙咧跌咗30%，毛利咧23.72 mil 咧跌咗12.3%，受到內地虧損擴大係有1.46 mil 啊，增加咗121.2%，同埋價格戰嘅拖累。第二嘅缺點咧就係佢規模啊瓶頸啊，僅僅咧155間嘅門市覆蓋率不足，數碼化落後 ，CRM 咧係弱嘅，錯失咗外賣同埋年輕市場嘅機會，而淨流動負債增至10.95 mil 啊。第三就係波動風險高啊，毛利率降至7.7%，經濟未復甦或者放大競爭嘅壓力，整體表現係承壓嘅。Return on Equity 降至5.4%，去年係7.6%啦。投資吸引力減弱，需要監察10月2號嘅中期報告啊。今年咧，兩者咧都係受到咧經濟低迷嘅影響，收入微跌，日利大減嘅。大家樂嘅優勝地方就係規模同埋多元化啦，而大快活咧嘅優勢咧就係可以展現佢嘅成本控制，但係盈利波動大。咁如果消費回暖，咁大家樂咧就可能會領先，或反之大快活嘅靈活性或者會成為轉機啊。內部要改善嘅，外部亦要面對更多嘅威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咧，佢哋都要調整下佢哋自己本身嘅位置啦，同埋策略，做到咧更多嘅顧客去幫襯啦。大家覺得今集內容點樣咧？記得同我留言分享啊！繼續同我點讚、訂閱同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